2月6日星期五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馬爾谷福音。因為耶穌的名聲傳揚出去，黑落德王也聽到了。有人說，洗者若翰從死者中復活了，為此這些奇能才在他身上運行。但也有人說，他是厄里亞，更有人說，他好像是古先知中的一位。黑落德卻說，是我所斬首的若翰復活了。反省今日嘅福音焦點之一就係有關洗者若翰遇難嘅經過，但係又帶出咗另一個關注點。原來黑落德認為耶穌就係復活嘅若翰。我哋諗一諗，點解唔同嘅人所認識嘅耶穌係唔一樣嘅呢？分享一下你嘅理解。我哋所認識嘅耶穌係咪有另一個答案啊？分享說明一下。祈禱意向，為嗰啲自以為認識耶穌嘅人祈禱，希望佢哋透過正規教會或者福音去認識耶穌，以免被誤導。願上主恩賜佢哋智慧。行動回應，主動幫助一啲有興趣認識耶穌嘅同學，例如邀請佢哋參加主日彌撒、福音分享，確保佢哋得到正確嘅認知。